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7日台语大灾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南韩总统大选选举结果，即马出来啊！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选调，得票率49.42%，而且这届选举投票率有79.4%，是创下南韩28年来新高。南韩是冷3年，即马阁政党轮替，李在明今仔日就上任。在选举结果差不多这时阵，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出现感谢支持者，也承诺会全力以赴推进经济甲改善民生，保障国民生命安全。 내란을 확실히 극복하고 다시는 국민이 맡긴 총칼로 국민을 겁박하는 군사 쿠데타는 없게 하는 일. 이 나라의 민주주의를 회복하고 민주공화정 그 공동체 안에서 执政党国民力量候选人金文珠承认败选，根据南韩中选会即摆投票率79.4%，创下回1997年第15届总统选举以来上悬的纪录。 소통하고 공존하면서 서로 협력해서 공존, 공동 번영하는 길을 찾아가겠습니다. 中选会测试早起开全体会议正式进行选举结果，选举就是就职典礼。南韩社报道，李在明决定提名共党最高委员金明秀做新一届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也推动总统办公室选回原总统府青瓦台计划。李在明出身善车，6年囡仔刚造成受甲受损，手骨正气完巧。不过，伊拍拼读册，得到综合金政治中央大学法学院，将做人权律师，导致公民运动，行政治路。这是第3摆挑战总统大会，总算成功。以2017年总统初选被淘汰，2012年诉候前总统尹锡悦在政坛告被控贪腐，导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定。不过，民调显示伊是热门的总统竞选，这摆向已经准备好的候选人做口号，掠入民心。公司新闻黄玲评论。 南韩总统大选投票率略逾8成，这是创下南韩28年来新高。少年族群的投票率嘛增加不少。南韩的电视台 SBS 的开票转播嘛真活泼，目的就是希望民众来关心政治。 南韩总统选举初3天开，不少人透早就来投票。本届大选是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事件遭到弹劾了后，经过171日的国政抗辩，将会结束。 또 그 입장을 어떻게 모른다고 해도 얼마나 좀 헤아리려고 노력을 하는가 또 이런 부분들을 좀 많이 보려고 하는 것 같고 좀 열린 사고를 가진 사람을 뽑고 싶다라는 생각이 있는 것 같아요. 进步派铁票区的广州为提前投票的顶迄日前，投票率超过5成。顶礼拜4、拜52日的提前投票率创史上第2高的34.74%。不过保守派票仓大区只有25.6%，反映保守阵营整体士气低。当地选民有不少人已经改变立场，不过也有人强调应该维持平衡。 우리가 입법부 국회였던 기능이 지금 야권 쪽에 많이 편중이 되기 때문에 균형 측면에서 이제 여권을 좀 생각하는 거고. 떠들면서 우리나라가 전체적으로 외국에서 봤을 때는 진짜로 막 이상한 나라가 돼버리잖아요, 안 그래요? 选前节电视台转播开票也大胆采用各种创意，当过呈现候选人通马桶、踢脚球，各种新奇视觉效果，吸引观众的眼光，甚至有名影集、游戏，拢正做开票节目的主题，将南韩传统甲流行文化用伫计票的工作中。 밖의 시선에서 한국의 개표 방송 보면 당연히 좀 다르고 신기할 것 같습니다. 그리고 아마 후보들을 이 정도로 희화화 시켜가지고 그래픽적으로 표현하는 것도 저는 본 적이 없는 것 같아요. 学者也认同，画面对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帮助，那也会当连带互民众关注政治论述的实质内容，安尼就真有价值咯。公司新闻陈慧玲编译。 镜头等下国来关心民进党前立委陈后壁洪检基，伊进前咧做立委的时，涉嫌收家人一间物流公司的乌西钱，专点立法院推动商工法。廉政署伫昨昏去敲诈死的所在，嘛甲伊和业者约谈9个人。
检方审问了后，即马认定陈后壁犯重罪，有串口径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上紧下晡就会开羁押庭。退出此次的选举，是我捍卫清白的开始。2023年被指假借 IMB 诈骗案，陈后壁即将回撤退出2024立委选举北检去年证件，起诉陈耀峰等31人。不过陈后壁遭到告发部分还在侦办，即马阁被检举在职期间收乌西钱，遭到检连诉查。好，搁你问啊，搁你调。我唔知，你去台报告唔知哈。港口经营管理的问题是啊，过去很少人探讨这一块啊，但是我们今天好好的研究一下。陈后壁过去做立委期间，低调推动相关法，搁伫社群铺7寸的影片，这是伊被检举的原因。今年查出家人一间国际物流公司，为2018年开始，每个月毋但付陈后壁5万，还佫为伊付5万助理费。换陈后壁伫立去推动相关法，双方好亲像无正当的利益关系。初三北检指挥廉政署分14路所查约谈陈后壁等人，陈后壁太太徐慧茹甲联兴公司正当做涉案。昨暗陆续移送北检复讯，经过规暝侦讯。因为陈后壁涉犯违背一部收贿重罪，而且有串证的记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上紧今日下晡会开庭。陈后壁太太是8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案，检调即马意外佫查出，伊嘛有共收乌西替建商去工程。昨昏依照贪污罪嫌，甲陈怡君和伊办公室的主任张慧玲计共7个人起诉。另外，陈怡君和张慧玲2个人因押庭，目前法院是裁定2个人继续收押禁见。有没有信心拼嘉宝议员？法警介乎疑心犯案在案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384万，经过检方3个月会侦办，即马侦查终结，初三依照贪污洗钱等罪嫌起诉陈怡君等人。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事件调查为2019年开始6年时间，陈怡君找人头诈领数百万，刷去买卖股票交储税。伊伫侦查当中认罪，不过检方调查阶段佫发现，伊涉嫌收建商70多万乌西钱，是压台北市府相关单位赶紧推动建造办理、道路开挖许可等代志。我们哪需要议员去帮我们协调做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啊！我又跟公家没有任何的利益交往，我是完全错愕，真的傻眼了，真的。协庭审问3点钟，涉查助理费甲收建商乌西钱，陈怡君甲办公室主任陈慧玲等承认犯行，不过2人讲法有出入。司法定义认为2人有冤负交传共犯甲掩埋证据的记录，裁定收押禁见。国内一直出现诈领助理费的证据，为立委林大华、高雄市议员黄孝庭，甲捌做立委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拢加入风波当中。高虹安佫安尼做到停职。公费的助理基本上是不是应该法制化，甚至应该做最起码基本的一些公开，不管是自律或他律，只有2部分同时来着手，我认为是较好的方法。助理费证据是一直出现，公投民建议除了是法强化他律，为机会到国政党也爱做好自律，加强监控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17岁倒球的选手叶依恬，因为资格互倒球协会撤销，全无法度去参加 WTT 大满贯的比赛，即战风波。昨下晡，体育署和倒球协会伫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的调集之下，达成3项共识。秘书长嘛有出面回实的。倒球协会甲体育署拢伫体育大楼叶依恬事件引起议论了后，体育署长陈世忠讲有去沟通，倒协高层毋来沟通，秘书长无甲选手会实的，协会敢若伫官网声明会检讨，所以会冻结活动补助。初三下晡3点半，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调集倒协理事长赵忠讲，秘书长叶国钦、体育署长陈世忠进一步沟通，达成3点声明，包括秘书长叶国钦爱会实的。我现在是代表我们的秘书长向那个叶依恬的选手跟庄智渊的教练
表示致歉。时间紧迫，无想周至，叶国钦伫美国公开赛报名截止前，无甲曾智嫣教练得到共识，都取消叶依甜的资格公开会室里。市长陈世忠讲，曾智嫣甲叶依甜的妈妈看过声明，接受伊会室里。庄智渊教练跟选手从头到尾就是要叶秘书长一个公开的道歉，我想这已经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教练跟选手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歉。当然，我们这部分我们就会收回这样子的一个惩处。道协表示，未来会加强甲选手教练的沟通，并以这项做警戒，依照体育署以选手为主，进行更较长久的沟通。体育署表示，会甲道协共同参详，争取伫台湾办国际比赛。不过，对媒体问到，所有协会内底，敢若道协用黄金计划规定，选手有义务替国家参加比赛，未来会安怎讨论？丁了万金无正面回应。他们认为在他们的选手众多，比赛众多。希望能够再加入亚锦赛，加入这个世锦赛，再加入亚青跟世青。那我们其实也有跟理事长跟秘书长说，这样的规定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跟教练选手再加强沟通。体育署甲道协共同3点声明，对进前道协常务理事陈信安的声明，署长陈世忠表示，这是个人的行为，不是道协官方声明，无要回应。也为这个风波做一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挺流行的锋面下昼到离开，也毋过嘛是共款爱细字，因为气象署伫今仔日共款是针对咱全台湾10个县市有发布大雨特报，高出现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台中以南也有台东嘛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伫中南部、花莲、台东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北部、东北部是短暂阵雨，西半部、东南部也有过昼了后，一寡所在各地头山区有机会落大雨。伫温度的方面，北台湾高温今仔日只有24度至25度，也若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7度至28度，只有南部有较稍热寡，高温同款伫30度以上。受挺流性方面的影响，昨下晡气象署是针对台东发布大水雨特报。太麻里大王川附近出现土石流，公所决定有风险提示当地人，赶紧伫半暝啊，甲人刷去较安全的所在过暝。加在伫早暗半暝啊，雨已经有较停。向向土石流抓雨水摄落来，因半条点架路，昨下晡气象署针对台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互太麻里大王川附近居民是真紧张，烦恼山潭土石散去，引起更较大规模的山崩或者是土石流灾情。下午的时候有一阵那个雷阵雨，然后比较及时，然后让那个之前还没有清淤的土石就顺着那个马路滑下来。公所甲消防人员全力改变附近山区的溪道径，雨愈落愈大，决定先紧急撤离村民到安全的所在过暝。乡公所已经联系上，就是准备要撤离了啦。如果再继续的话，现在不撤离，等到3更半夜会来不及。当地雨势伫一暝了后豆豆转雨，不过因为受地流方面影响，今日台中以南甲华东地区偏雨，有望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锋面主要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所以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而至于北台湾北部跟宜兰地区，雷雨的几率相对的少一些，不过也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所以今天天气还是持续比较不稳定。全台天气无稳定，明仔方面预报到南的过程，宜花地区伫中昼过后雨势会明显。拜五甲拜六方面豆豆离开，暗过水汽依然真济。南部、东半部继续落雨。气象专家提醒，地流方面所速度较慢，影响较久，也要注意强阵风。特别是西半部地区，它不只有短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甚至于随着锋面的移入，还会有强劲的阵风。以前伫4月5月就有风台形成太平洋，今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无看到。气象署表示，甲以前同期比起来，风台形成数明显比同期气候带较低，不过天气变化真紧。下礼拜伫南海附近有低压系统发展的信号，未来发展情形是不是加速风台，我会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含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第一包鱼正头家摩坦利投资公司的负责人郑文智，防止控查 TDR 台湾准托凭证这款有价证券，买价卖悬，赚4亿7千万。最高法院伫今年3月份的时有判伊犯7罪，判伊30年5个月有期徒刑确定。结果呢，伊全逃亡，即马人失踪去。高检署进前有申请合并执行，高等法院即马裁定伊爱关18年的有期徒刑。来看《中国时报》，民进党创党的林正杰第3天破病过身，食到73岁。林正杰过去和前总统陈水扁争取日本的代表社中庭，奉讲是党外的3剑客。林正杰的好朋友林国温伫面册顶头发表文章哀悼，伊讲林正杰一世人坚持国家民主的理念，拍拼为人民服务。来看联合报，地方政府因为不颁行政院靠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伫今仔日会排定相关的专题报告，双北甲一寡县市首长拢会来参加。下晡的时，南投县长柯淑华、台东县长姚庆玲会去行政院提出诉愿，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9个县市的首长和代表拢会到场応援。继续关心立法院伫昨昏嘛针对2028年中火无要烧土炭做出表决。民进党的立委虽望有轮流发言，但过南北也是靠人数优势通过这一项表决。未来台中火力发电厂爱逐年提出落实减土炭计划，而且伫2028年爱完成无烧土炭的减碳目标。民进党立委轮流发言，上演车轮战。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合提出2028无土炭中火，行政院随拨付一般性补助款，邀请党院长报告主权基金的进度。三大主决议初三饼全部通过。立委批评在野党是假民主、真正经的提案，南北颠倒批评政府用气力发电，历史真侪气线岩的案例，拒绝火力电厂全开。台中人什么时候用废发电？什么时候火力全开？就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民进党告诉你，现在台中所谓的焚化炉有空污，但是没有告诉你中火是焚化炉的16.4倍。为什么无照台电跟民进党政府还让它一直烧煤呢？中火是全世界亚邻界最大而且是最老旧的机组，也是污染最严重的。调野前半工上演表决大战，南北有人数优势，以59比50通过2028无土炭的中火。立营反制提出2034以气换土炭，不过在野党无认同封杀提案。台中发电厂应逐年提出并落实减煤计划，并在2028年完成无煤中火之国家减碳目标。环团初三到立法院批评中火无正运转，要求中火减少土炭降低空气污染。台电讲9个月以来无收到任何裁处，台中市政府无发照，台电按原照操作。台电跟台中市政府目前是各说各话的。那不管怎么样，目前5部机组没有有效许可证就是一个事实。台电的发电机的操作许可，事实上是还在台中市政府的审查过程里面，是他未发照，不是我们故意无照操作。另外2项主决议，那也要求行政院倒用台专案报告统筹补助款，也加主权基金专案报告，立营无反对，所以2项提案拢议托交付调野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和电有关的争议，这是行政院长倒用台电个月又去桃园视察大潭电厂。即马有台电内部员工就逼讲，高层为着要让院长看到所有的机组拢有在胖，全无去注意到冷凝器已经袂堪的全逼去，造成即马大潭1号机机组害去爱修理。也毋过台电董事长是驳回这款讲法。行政院长倒用台5月16日视察大潭电厂，有台电的员工表出来讲，高层若像是为着要互倒用台见证机组规个放起来的情形，无注意到降温的装置袂堪力，致使温度超磅全咧逼开，大潭1号机组才会故障。所有的机组都必须按照安全规范来操作。对台电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成绩给长官看。台电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面对机组在除役，我们面对用电在增加，
我们能够稳稳的供电给台湾这一个社会。根据台电官方表示，大潭一期燃气机组降温的装置容量，敢若会当互循环来运转，袂当咧经过气力机运转排放的热能。不过，因为1号机的蒸汽轮机已经损害，系统敢若会当靠气力机来发电，无法度排放蒸汽，全部的蒸汽敢若会当拢通去降温的装置。不过，降温装置气力机原底设计总输出量是100兆瓦，大潭电厂一期燃气机组的气力机一台上计限度运转是60兆瓦，3台召开是180兆瓦，超出原底设计的100兆瓦。观光机器调度的政策错误，才会地数故障。它本身就是会在一个高温、高压、高湿的环境当中去进行操作，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针对于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耐受性其实应该都是通过检验的固定周期，然后按照法规去检查它的使用状况，符合规格内的使用，就不会有这种包含什么过载啊、老化。新的电厂即使完工，但也没有气可以用，所以废转容量率的问题这缺电的问题是蛮严重。台电表示会赶紧甲大潭电厂1号机修复，不过和平1号机、2号机顶个月底跳机，嘛引起国内学者烦恼电力供应的问题。台电表示，稳定供电给社会是因第一要紧的工作。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 ，Google 最近有宣布讲，新的 Chrome 浏览器伫今年8月初一开始用的时，伊要撤销咱中华电信信任的凭证。司法部是苹果表示，这对政府机关的网站影响有较大，毋过咱会用双凭证来应用。若外界是较烦恼，安尼敢会影响资讯安全？中华电信有发出声明回释咧，强调资安绝对无问题，嘛答应讲伫明年3月份会完成 Chrome 的有色新进。为今年8月初开始，用新版 Chrome 浏览器的用户，伫中华电信网站或者是用中华电信发行凭证的网站，拢可能出现无安全的警告画面。民众可能看起来会怕怕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业者来说，他的网站本来很希望大家可以进来，可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不安全的警告，可能就不敢进来，所以业者可能要去换一个 CA， 就换一个这个凭证呢，来说会比较好一点。Google 伫官方部落格指出，会取消中华电信凭证信任，是因为过去一年发现中华电信伫有色信任凭证机构出现互人烦恼的行为模式。国民党伫会议甲罗军指出，这是极短期的社会信任大爆炸，毋但是技术问题，佫影响国家治安甲全民信任。中华电信先是发表遗憾声明，表示已经伫时限内底完成调整，全部符合Chrome新政策的要求，强调签发凭证完全合法合规。客户提凭证伫政府、金融、证券、社会签章等应用的时阵，拢维持正常使用，无受影响。后来暗时佫发回释的声明，强调毋是凭证存在漏洞或者是泄露，也无关资讯安全或者是网络安全的记录。会主动联络凭证特别高级的客户，免费提供凭证更新加辅导转介服务。承诺明年3月进前完成Chrome的有色信任。司法部表示，初步评估对政府机关网站影响较大，会用双凭证闭环机制来进行。在当下，我们就决定要采用双凭证的一个备援机制，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最差状况今年就已经提出信任的话，那我们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凭证这个机关可以使用。司法部表示，Google无信任中华电信凭证，主要是中华电信伫管理甲作业机制无处理好，无安全方面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伊若司法部长上任满1周年，伊昨昏有开记者会，伊嘛头概来回应 Google 移除中华电信信任凭证这件代志，认为这毋是技术的问题，是中华电信的处理有问题。另外，部长嘛表示讲，伫年底咱国内就当完成5G 的涵盖率达到9%。另外，6G 的通信嘛已经准备好势。司法部长黄建南就任满1周年，司法部也开记者会，公布这一冬来的施政成绩。司法部表示，目前台湾偏僻地区5G的涵盖率已经达到99%，预估今年底会当完成涵盖率99%的目标。司法部也计划伫今年底开始替6G 通信做布局。因为今年有个重点是6G 的一些频谱，在今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好看哪些频谱要释放。然后另外就是说，刚讲19个卫星频段的法制作业今年会完成。那这边就是另外就是我们涵盖率，我刚刚讲过哈，我们预计今年5G 的涵盖率会到99%。
这几天台湾 AI 科技发展愈来愈好，数发部也公布民国113年台湾电脑和资讯相关产业的营收，拢总是6104亿，甲110年比起来成长3成。另外，针对谷歌控最近公告对8月初一开始，移除对中华电信的一些信任和中华电信所签的安全凭证，数发部也做出回应。这个是我们在之前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啊，我们评估的结果觉得说这样子如果真的被移除掉我们政府机关的网站啊，如果用这个凭证的话，它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当下我们就决定要采用双凭证的一个备份机制。数发部表示，因年初就一定掌握资讯，做出防范的措施，已经和台湾本土的凭证机构合作，确认未来袂影响到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网站，爱民众放心。中华电信也表示，明年3月份会阁向谷歌公司阁申请一解。记者查询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根据外电的报道，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伊民调的支持度敢若2%。无添唔到2%，会当讲是全世界支持度上低总统啊！这是因为伊任内暴力帮派的问题是真严重，民众不满去街头示威，率先到互警方镇压，造成50个人死亡。伊上任以来，就逼真侪有争议的代志和歹代，目前伊嘛当面对12项调查。2022年12月以护照身份逮捕接替上台的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大大小小的争议一直无断，民调支持率为21%落到只剩2%，是以保守多年来伫90个国家所做的总统支持率调查上低纪录。Nosotros hacemos encuestas en el Perú hace más de 40 años. Nunca hemos visto un caso así. Ipsos hace encuestas en muchos países del mundo, estamos en 90 países y tampoco tenemos un registro tan bajo en otro lugar. Podríamos estar hablando entonces de un récord mundial de desaprobación presidencial, ¿no? Y además sostenida. 为着博鲁阿尔特的司法调查达到12件，像无新报告及自保甲名表的努力书门，造成50人死亡的镇压反对示威运动，甲为着平野进行手术控制2礼拜争议。En cuanto, la verdad que me parece correcto todo el tema que ha hecho con las cirugías faciales que ha hecho en su cara o en sí que hay muchas veces que no da la cara por el país, no sale a hablar, no toma las medidas que el pueblo le está pidiendo. Me parece bien que no se le dé esta popularidad. 镜头转到北亚的蒙古国总理奥云尔尔登初三因为奢侈品引起的贪腐疑云来落台，伊伫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学生所交往女朋友伫社群媒体分享奢华旅游甲珍贵的名牌包，两人奢华良常生活方式，甲奥云尔尔登讲的出身农村基层的背景是差真济。首都乌兰巴托国会门外连续2礼拜组织数百人游行示威，要求总理落台。奥云尔尔登否认贪腐的指控，搁伫投票进前向国会发表谈话，警告若政治无稳定，经济将会恶化，加上政党无法度达成共识，会互大众对议会政治失去信心，民主制度会面临失控的风险。最后的投票结果，国会总释出126席，只有44票支持。奥云尔尔登继续留任，38票反对，无达到64票的底限。奥云尔尔登就宣布辞职，接落来会以看守总理的身份暂时留任，一直到30日内接近的人选出来为止。公司新闻网回文编译。今仔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顶一日伫社群平台顶悬有一段影片，是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伊去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典礼，煞因过围墙啊冲击哩升旗台，背后这个查甫人互掠去。目前也无清楚伊的身份和动机，因为时间和地点真敏感，所以引起国际社会关心。社群平台流传这影片，一个穿乌衫查甫人初一透早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典礼，刷雄雄跳过围栅，冲起的升旗台，随后真侪的警卫甲便衣持刀光走，引得民众一直的议论。
目前也无清楚查甫人的身份甲目的，官方嘛无对这代志发布声明。不过代志发生的时间地点真敏感，引起关心。因为六四事件36周年要到啊，由罹难者家属成立的团体天安门母亲嘛发表祭文，讲发生伫1989年6月7日透早，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事件已经36年。中国故意暗藏唔讲起，搁再声明真相赔偿负责任3项诉求，呼吁甲政府进行对话，并要求透过立法甲司法程序解决六四所留来的问题。伫台湾香港人怨叹香港2020年开始禁止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了后，台湾是目前两岸三地唯一会当公开悼念的所在。历年来拢伫中正纪念堂广场举办六四哀悼暗会的民团，即阵啊所收到恐吓批，威胁要组织举行暗会，拿刀这个威胁这个与会人士，甚至他身上会绑炸药。所以呢，中正也不敢怠慢马上呢就交给了这个警方来处理。市刑大以及台北市调处，就是调查局这边，做进一步的处理正在追踪他的 IP 等等的。华人民主书院表示，恐吓批件凸显和平集会甲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已经通报警方协助加强维安。佮讲六四暗会是捍卫普世人权、守护民主自由的重要公共行动，呼吁民众踊跃到场参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对1990年开始，伫香港逐年拢会举办六四的追思暗会。这项活动对香港人来讲是真重要，参加的人数上侪是捌到18万人。也阁经过反送中了后，香港已经变款。即马住伫台湾的香港人就表示，对2020年开始，香港就已经无法度举办六四的纪念暗会啊，只会当伫台湾举办，所以台湾的存在就变甲真重要。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人挂风度面大，对抗中国政府，这是香港人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的痛。这场伫咧228国家纪念馆的展览，是一场流亡来台湾的香港人所办的展览，或者香港人权作品展。规个展区拢是红色的光线，互人有一款压迫的感觉，表达香港人当咧面对着红色恐怖。做了一个装置，就好像象征的你失去自由，然后就坐牢就失去了时光，跟现在香港面对的情况一样了。除了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同款是展览的接点人副统，伊也是第一批参与反送中运动，互香港政府起诉的人。伊伫咧4当前和牵手流亡来台湾，现在伫台北做自由的健身教练。伊讲拜三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自从香港和中国政府主动举办天安门纪念活动了后，规个亚洲就剩台湾这个所在会当纪念这个受难者。在香港被压迫的以后，台湾这一边基本上是亚洲地区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可以这样子公开举办这个烛光晚会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存在已经很有意义。副统讲，对1990年开始，香港逐冬拢会举办六四烛光暗会，这是香港人规模第2大游行活动，也是因的传统。逐冬拢有几6万人参加，上侪有到18万人。为着要延续这项传统，因伫咧拜三暗6月7日这天，也伫咧台北自由广场举办六四纪念暗会，希望记录历史，唔通互历史的伤痕无声无息消失去。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美国国务卿鲁比欧伫拜二的时，伊发表书面的声明，要向事件死者、阁受难者，和继续在追求正义自由的人表达敬意。伊是表示，大家面对危险的勇气，提醒咱自由、民主和自治的原则，唔那是美国的原则，嘛是人类的原则，这是中国无法度打压的。来看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宣布，降低阿鲁米的关税，对目前的25%要增加到50%，要进一步保护美国的产业。伊嘛正式签署文件，公告新措施对美国时间今仔日会开始实施。英国、英国未去美国的降低甲阿鲁米关税，同款会暂时维持25%。
来关心巴基斯坦南部新德省政府官员对外表示，第一大城克拉斯昨昏发生地震，有一座家屋有超过200人半暝啊全喺倒角，过程中有一个人因为呛震全死亡，尾啊有78人已经互掠转去。镜头个转来，咱过来，咱来关心新冠疫情哪来哪严重。疾管署统计讲，伫顶礼拜有要63000人次去互医生看，一礼拜内嘛增加132个重症，这是今年以来上悬的数字。即马台北市的医师工会就表示，急诊的量能已经愈来愈严，骹手无够，安尼会去影响病人的权益。卫福部是表示，急诊的人数目前看起来确实有增加，不过咱全国 ICU 的病床也会当维持伫1500个空床。拜四时，卫福部会招病院也有地方的卫生局做伙去讨论应用措施。5日节过了后，急诊就诊人数多，根据健保署资讯显示，青沙活动到台大急诊也有115人在台大院，若到登记台床人数有174位。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讲，这号读车已经加做日常的急诊室，搁较无用，烦恼压缩急重症照护量能，伫人力不足的状况，第一时间看不到解决的方法。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一个慢性的人力缺乏的状态，所以也很自然的就会告诉民众或家属，等住院就是等3到5天。那这个已经是从去年就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都没有变过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急救责任医院还有卫生局会再来开会讨论一次，说，以这一波的这个情形，他们的状况，然后需要什么协助。医师司指出，确实发现急诊求诊人数增加，单程数也有淡薄仔升悬，有个甲新冠疫情有关系。对于急诊人力不足部分，健保已经伫5月起针对急诊给付提升，敢有落在效果，就爱去观察。疾管署统计，顶礼拜一礼拜就增加132例新冠重症，是今年以来上悬。不过，这一波新冠疫情流行期会继续到8月初9。主要还是看端午连假后这一周的一个就诊状况，如果有比先前预估的落在这个11到12万人次这个部分有在减少的话，就显示说这个疫情有初步比较就是有趋缓的一个迹象。那后续的这个高峰跟可能高点就会再做下修。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当前个案高城市65岁以上长者，年纪上细时，一个5个月大的查某婴仔，疫调发现查某婴仔带做过家人，也有感冒的症状，阁有人快筛阳性提示民众，就算确诊症状较轻，也要注意对厝内诱动的防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内湖三军总病院拜一的时，有一个72岁病人，因为心梗头带入去加护病房，伊想要落病床，互医护人员口劝唔满。这个病人全身性地攻击3个护理师，家属尾也赶到位了后，就随办出院嘛无回事的。目前受伤的护理师决定要提出告诉。就有时候闭着眼睛都会想到看到病人就是拿遥控器要打向我的时候，受去当时和病人攻击的情况有关，心惊胆寒。6月初一暗时，一位72岁老先生因为心血管踢到带入加护病房，因为想要挽掉身上的医疗功劳，和护理师导致竟然用手甲电视遥控器攻击，有3名查某护理师几个所在受伤，其中1个人目镜害去。也不过，互因更较艰苦的是术后病人甲家属的态度。家属完全没有当下没有任何的歉意就算了，他隔天还有打来我们的单位，就是要跟我们致歉，但他就是说他爸爸可能睡一觉进 ICU 的事情，还有攻击我们的事情，全部都忘记。我希望家属是可以知道说他爸爸这样是错的。受伤的护理师当下是直接前往急诊就医，而据了解呢，病患家属抵达现场之后，不仅没有致歉，而是办理自动离院，也让3名护理师决定提告，将通知老翁到案说明，并依医疗法伤害及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士林检察署侦办。受伤的3名护理人员由原的休假静养，院方透过声明认为此案唔但危害医师人权，也同款危害其他病人的就医权益，佮指出表达医疗暴力零容忍。真的被法院就是判刑的时候，其实通常都只有3个月，而且它是可以预科罚金的。在美国，相对他们对于护理人员的保障是很足够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发生有威胁恐吓要打护理人员，他们就拒绝这个病患或者是这个家属再进入医院。面对台湾护理人力食力，医护界也呼吁，无应该只看护病比数字，除了解决无正常排班甲伤长的工时，也毋忙上根本的薪水待遇会当改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即马民众买到的牛奶到底是在地生产的，还是进口的，拢是不傻傻。小数即马已经修法要公告讲，未来鲜奶要有政府或者是相关验证的标章，搭伫顶悬才会当讲是鲜奶。其他的产品拢敢若会当写牛奶。当然后摆店家卖的鲜奶茶嘛爱改名，明年7月份的时会开始实施。花鸡啊，真侪款的牛奶，民众经介意的品牌也有人选保旧年，因过明年7月起无处置牛奶标章，也是验证标章的商品，拢被当标示是新鲜牛奶。参照国际规范修正鲜乳用词，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之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等时的标示为鲜乳。这是中央营养牛奶标示争议做出的修正，小数车衫正式公告修法。农酪产业协会的立场来说，对于产业是正向的方向。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希望台湾的乳品标示可以更透明，然后而且是可以透过明确的分类形式来让不同的业者来引导，做一个正确的消费者沟通。进口乳的话，它的保存期限都是说超过了30天、60天、90天，它的名称也可以标示鲜乳。我们这最主要是要把它区隔清楚，让消费者认清。新法规定，国外进口牛奶爱改做是用动物奶，还是爱标示牛奶还是羊奶？牛奶爱伫出伫政府核发还是验证的相关标章，才会当标做牛奶。液态奶产品伫替大细甲成分调整也有规范。那调整奶利润由奶糖伫外种明显所在标示范围也扩大到婴仔的配方食品等等。像目前市面上店看的牛奶茶也爱改名。其实要有一段让顾客。对空间呐，我觉得无所谓，好喝就好了。如果有标章的话，我就比较相信那个。牛奶新定期会伫明年7月实施，国外进口产品想要标示做牛奶，也爱遵循出伫相关标章，才会当进口。那违规相关，恐惊以是案罚400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有伫嘉义设无人机产业园区，有开上百亿来发展无人机的产业链。为了培育这个产业的人才，中科院和中正大学伫昨昏有签合作的备忘录，希望要伫资源、人才、研发、教育这方面来互相交流。中正大学无人机的研究计划团队向中科院的院长分享目前无人机方面的研究。计划主持人表示，目前研究的方向也是以国防安全为主，所以除了无人机的控制，甲 AI 人工智能的结合，嘛要来提升无人机的效能甲强度。那当初最主要的就是咧国防应用嘛，哈，因为在那个定义了，它可以飞得比较远哈，那也比较在制空能力比较长嘛，哈，制空的时间比较长。伫嘉义县面向要成立无人机园区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甲国立中正大学以无人机甲人工智慧做目标，要为研发教育甲人才培养来合作。初三即天正式来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整个无人机产业，我们除了提供有很多的这些学生之外，我们在资通讯、在智慧控制影像，甚至法规甚至整个社会人权的议题方面，都会提供很多的这个协助。产业园区就坐落在嘉义县的民雄乡。中正大学刚好是我们最好的邻居，那就近利用中正大学所有的研究和人力资源，当然可以让我们无人机的园区未来能够更进步，产业更茁壮。中科院设的无人机园区暗算3年总预算86亿，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70间厂商有进驻的意愿。中正大学表示，希望中科院会当提供无人机研究试验的设备甲资源，透过合作，让咱台湾无人机的科技有更加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也若爱得成奖，台湾研究团队今年摕到18奖，敢若输美国赢，咱台湾排世界第2。这技术内底有用 AI 来抓漏，嘛有骨头的保护膜，未来会当用伫退化性的关节炎。这研发和这团队，拢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实力。攀有够重的器材，顺光线听声音，找出漏水的源头。这是带水的检漏员，全台敢若剩80几个人，过去靠漏师傅的传承，毋过天分经验，甚至环境的因素嘛拢爱有。即马透过 AI 技术的辅助，互抓漏的成本是大大降低。传承是不易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判断。但是我们把它数位化跟 AI 化以后，它就比较有一个稳定性。当然，我们已经可以解离很多事件，所以像地底的一些声音啊，
异常声音，我们都可以检测到。面对水资源加珍贵和人力减少，这系双重挑战。这项技术甲掠到的准确度，对传统的60到70%提升到上悬的98%。搁伫国际上，红叫做是创新界的奥斯卡奖的爱迪生奖，一口气摕到3金3银1铜。今年台湾团队伫400项创新成果是摕到18组的奖，全球第2座，而且应用面是真快，搁包括成衣的新的材料。打进去的玻尿酸基本上是个液态的，所以它不可能留在这个手术或者是受伤的地方太久。我们可以放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药物，你就可以留在受伤的地方，让它慢慢的去释放。加比色小感的水膏注入骨头之间，随着会当甲受损组织包起来，而且贴贴。稳定保护膜的技术，会使讲是医疗创举，上长会当停留伫个受伤的所在30天，会当用伫个椎间盘捅出来，退化性关节炎等等。另外，还有科技公司是下界用半导体的技术研发更高生产技术，造成环保效果。利用高能雷射做焊接，我们可以节电80%。这个80%的节电相当于减少了80%的碳排放量，这个是对地球的永续。不是为了研发而研发，我们研发是为了要解决市场上的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技术最后的出海口绝对是在市场。在科技创新的时阵，研发单位嘛强调可行性，这一项技术目前已经和生医公司和台水等单位来合作，免偌久就会当大规模商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有900年历史的高雄南马坑第一公有市场，最近是有大商反映讲，便拿外口咧落雨，厝顶就会漏雨。因已经反映3年啊，结果即马漏雨的状况是愈来愈厉害。啊，那市府是回应表示，自民国113年就已经开始有咧补，即马会赶紧联络厂商来改善。应该把去年的影片再拿出来对照一下。又1年了。外面落大雨，南马溪第一公有市场这道摊商的打柜，内面的水嘛是规空倒，面桶啊、烟桶啊拢提出来新水，也是袂负责。摊商讲，这个情形已经连续反映3年啊，管理处拢讲有处理，不过水嘛是同款漏，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啊，今年我看是较严重，烟筒啊我唔捌看的安尼啦，烟筒啊无啦。伊偌严重啊？你敢会使形容者，水是漏甲安怎？啊，都用拔烫底啊，都规桶拢乱出来。市府那边他们有回应说他们有在处理，但是我没有看到成效。最近他说他是那个集水槽，它有分流，反而还比去年更严重。原部分空间雨遮无法完全密封，致雨水从该处渗漏。已请防漏厂商明日即刻进行改善。经发局表示，摊商反映的这栋市场是民国5年起的，因自113年开始就进行掠漏修补的作业。不过市场的天棚也是会当看到有人用大机雨伞来遮雨。有市场管理人员讲，市场的建筑物真正伤旧啊，敢若用补的用砸的效果有限，进前爸爸讲要改建，不过困难度相关。市政府他有真的有决心要改建啊，他真的是想改建啊。他有规划还是什么？给你们承诺什么吗？不是，因为是我们这个摊商的关系呢。你说要改，他们要建筑的话，你想啊，大概要2-3年吧。针对摊商环境漏最严重的所在，经发局表示，已经请厂商测试先去做改善，后续会继续追踪改善的状况。记者高嘉如区朝阳高雄场报道。嘛是咧高雄，这是影响19000人。高雄大南部千川都市边境的计划已经启动，按算明年6月底要完成渡境，一边换一边。另外，嘛增加2.82公顷的商业区。啊，那6月24到26，嘛举办3场的说明会。大南部居民提出千川预定地地质图，123区是依照红门港千川村落来土地，456这3区是新挖出来预定地。对106年开始讲的大南部千川，高雄市府初二启动千川安置地都市计划变更作业，目前草案等咧公开展览。有民众讲，无论是环境的规划，也是保障内容，市府有提出升级。不过，毛理长认为，这个内容根本无符合地方需求。我们要的建兵是要全都可以盖房子的呢，不是高雄错呢。啊，这个说明有人讲过一遍来嘛，是个大一片。市场的角度看，是一个资产重造、资产改造啦。庄脚资产和市内资产本地的比较无同。啊，你今日如果用庄脚资产去到市内的时，重新改造，变成比较有拉高它未来的整个资产总值。
大南部清川影响到19000人、11000户的权益。都发局表示，这摆草案变更维持土地一边换一边、主题区换主题区、商业区换商业区的原则。为着要符合商业区地主的需求，有新增加一个2.82公顷的商业区。另外，民众也当透过高雄处的申请，将建蔽率提升到80%。大家都期待建蔽率看是不是能够放得提高一点。那因此，我们也特别规划，透过民众如果能够申请高雄处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话，那基本上这边的建蔽率是可以提升到80%哈。都发局表示，清川草案会公开展览到7月7日，因按算24到26，要伫凤山区公所、镇定区公所甲大南部活动中心举办公开说明会，欢迎民众参加提供建议。记者柯家珠、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文化部伫昨昏公布第44届行政院文化奖得奖的名单，计共有3位，包括歌戏国宝杨丽花、客家的建筑师鲍明光，也有农民文学作家吴成。文化部表示，颁奖典礼会伫7月70举行。身骑白马哦，走三关，我改我所以啊。杨丽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今年81岁。伊的艺术使命会使讲是台湾歌戏的发展史。尤其1960年代以后，电视歌戏振兴，杨丽花的小型扮相是真侪人的献技初恋。伊的作品对广播电视甲电影拢有，国内外拢有喜爱，嘛栽培真侪人才。因为杨丽花对台湾文化有真大贡献，嘛互伊得到今年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伊的徒弟陈阿兰表示，杨丽花到达嘛要真挂心，要互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歌戏是要安怎搁互咱后代继续安尼万年久远传承落去？伊认为讲这个电视歌戏一定爱会当搁再出现啦。文化奖的得奖者，也有农民文学作家高成。高成1944年伫中华出世，伊的文学关注农民和土地，嘛探讨社会变迁。高成讲，家己50岁以前，因为台湾需要民主和教育的改革，积极参与农业运动。不过，伊讲家己是农业专科毕业，阁是农家子弟。伊认为土地才是人的根本。50岁以后到达81岁，伊自身推广保护树种和环境永续。高成嘛希望未来政府会当积极投入自然环境的保护。所谓极端气候、温度一直升高嘛，咱讲这无土地、无文学啊，咱种树啊一定是讲爱种着所在、种着树种有一个好的管理。行政院文化奖属个人终身文化成就奖，是国家上悬的文化荣誉奖项。今年拢总有3位得奖者，除了杨丽花、高成，更有客家建筑师鲍明光。文化部表示，因是伫咧传统艺术、文化资产，也有文学领域有重要的贡献。打算今年的颁奖典礼要办伫咧7月初10，伫咧台北市中山堂举办，会由行政院长颁奖奖证书甲奖金100万。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英国自然纪录片的主持人兼制作人艾登堡，伊上新的作品《海洋》是伫伊99岁生日迄天头摆对外放送。伊希望透过这影片，呼吁大家爱关心海洋的生态危机。After living for nearly 100 years on this planet, I now understand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on Earth is not on land, but at sea. 英国的自然学者兼影片制作家主持人艾登堡的新作品《海洋》，记录地表生态美丽风景，让大家了解大海孕育生命的奥秘，也提醒人类占地表7成的大海，因为地球暖化加人为的破坏面临危机。For once you've truly seen the sea, you'll never look at Earth in the same way again. 海洋这部纪录片用3年的时间翕，其中伫咧海底摄影的时间累积超过500点钟，用要加1年的时间伫咧海上翕。艾登堡自50年代开始制作主持生态节目，将注入甲生物环境主题结缘。伊伫 BBC 制作真侪动物加自然环境的纪录片，互人认为是大自然的代言人。艾登堡拄则开始翕的时阵，迄当阵还阁是黑白片。伊的节目经历过几多变摄影技术的革命，包括高速摄影、近距离加显微摄影、海底摄影、高画质加无人机摄影，到即马用电脑动画加虚拟摄影技术。也佫用 AI 技术安排摄影计划。When David Attenborough started, there were 2 TV channels, and everybody knew him as the voice of nature. Now there are hundreds of channels, social media,
but yet he is still the voice for nature.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very, very hard to replace. 爱登堡的海洋这部新片，经伫咧伊99岁生日即天首映。爱登堡讲，海洋这部纪录片内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海洋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会让重新唤起生机。怎么咱也够有时间救咱的海洋生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8度。外岛19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